大家好，我係大衛金輝鐘錶漢諾穎，今日想為大家介紹帝陀 Black Bay 金鋼 GMT。除咗係錶迷喜愛嘅潛水款式之外，仲有埋 GMT 兩地時間功能。直徑係41mm，做咗個磨砂鋼嘅錶殼。手錶位於6點鐘同埋12點鐘位置嘅第一節錶帶呢，係由實心嘅黃金製成。而錶帶嘅其他金色部分呢，就係由0.2mm 嘅黃金包金製成，而佢嘅雙向旋轉外圈呢，都包有0.3mm 嘅18K 黃金薄襯，而機芯就係用緊帝陀原廠 MT5652自動機芯，手錶防水有200米。喺呢個旋入式上鏈錶冠度呢，都刻有帝陀錶嘅玫瑰標誌，亦都包有0.1mm 嘅18K 黃金薄襯。另外呢款錶呢，仲有兩地時間功能，啱晒一啲經常去旅行或者出外公幹嘅錶迷。官網定價係50,400蚊，我哋都有個超級嘅優惠價俾錶迷嘅，仲有5年原廠國際保用。有興趣嘅錶迷快啲上嚟門市試下啦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